哎，听说你一个人就把李总他们搞定了，辛苦啊！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头现在疼着呢。但是这次公司终于有救了。我早就说了，这公司啊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我不是去见个客户吗？回来太晚了，估计你们已经散了，我就没去。要不这样，今天你就好好休息。我去找李总他们，尽快把合同的事儿落实了，免得煮熟的鸭子再飞了。你看看。那行，辛苦了。小曹啊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自己做的股东公司现在怎么变卦呢？董事长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个股东，特别的不识抬举，根本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我想好好的治治他。小曹啊，你这样做只能两败俱伤。其实治他很容易，不带他玩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您的意思是替他出局？我还没想好怎么做，但没关系。我的损失跟这个事比起来，都是身外